Cà tay đây, đi với làng cơ đấy, sư xí lệ đây đó.那时候还在南布拉邦的时候，我经常会让我的远远带着我去这种游乐园，享受跳得很开心，想他，瞬间有了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。现在的话，这里就是一个儿童乐园的城堡，你看，但是因为由于还没有闹开幕式，现在小朋友很少，最开心最嗨的反而是这几个已经过气了的小朋友们。是玩的最嗨最开心的几个。碰碰车专场开始了。如果是在拉邦的时候，我以前也很喜欢陪着东东还有我女儿过来这种游乐场玩。来到了这里，感觉瞬间就像我们回归到了2000年或者是90年代的时候的那种集市的氛围，真的特别的让人怀念。尤其是像这种碰碰车，以前的话，如果是在南布拉邦啊，每年只要有这个活动的话，我都会带着我女儿去玩这个游乐园。确实，这种氛围反而比我们去那种大型游乐园里面玩的会更加的开心，更加的快乐。有一种好像回到童年的感觉。关键是还有这么多美女在这里玩，真的是看了都赏心悦目啊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就点个评论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